那最近呢是常常发生这行动电源导火烧起来意外，台铁甲高铁即马是公布新的规定，要求旅客这行动电源一定要扎伫身躯边，袂使放伫行李箱仔内底。也毋过呢，因为即马这交通部是无相关的规定，所以目前时间内会当选择用可放的。 今年4月，高铁发生一桩旅客放伫攀野的行动电源常常被起着火意外，因为常常有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的状况。为着安全，台铁甲高铁拢公布坐车的指引，旅客行动电源应该扎伫身躯边，袂当放伫行李箱或者是架上托运。我会配合，对，这是大众的安全性的问题，不是个人的安全性，是大家的安全这样。你放随身携带的背包。 你在游玩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拿行充充嘛。可是你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拿行充的话，可能就是怕会有问题。行动电源伫飞轮机家己着火，威胁着飞行安全的事件也常常发生。台铁甲高铁最近1年以来也发生3件意外。对此，高铁表示，旅客载的物件若可能有危险的时，应该放伫看会到的所在。若准旅客使用也是保管行动电源无细致造成火灾，有关需要负相关的赔偿甲法律责任。也若台铁表示，现行铁路法规定的危险物品无包含行动电源，敢若会当用可放的。 我们是有请旅客要这样子做了，因为，法律上是没有办法强制嘛，现在只能劝导，因为罚则是交通部定啊，我们不能自己定啊。台铁强调，虽然目前法规并无将行动电源列作危险物品，但是过去几件事故显示，若是无好好保管，就可能造成意外。高铁也透过网站、车站的看板，也有列车的走马灯等，呼吁旅客注意行动电源使用的情形，来以护旅客运输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